好，来继续来看财政部宣布，6月15到6月底恢复到柜台报税服务。那这个报税期限也是维持到6月底，袂过来延长咯。结果今仔日内地的立委做伙来炮轰财政部，讲这根本拢无咧注重第一线报税人员的安全。那这个劳动部嘛再度来规划着纾困的贷款。验高所方发现讲，这个贷款的条件，先是公布到标准了后，常常搁来加一条限制，就是这个年收入袂当超过50万。立委痛骂劳动部对劳工伤过刻薄咯。报税季因为疫情爆发，进前财政部公告延长到30号。不过财政部昨公告，因为综合所得税和营业所得税已经有7%成完成线顶申报，会自后礼拜2开始开放临柜申报，让立委真生气。群聚感染，第二个，你让我们的税侦人员占第一线，他们并没有列入优先施打的顺序。你刚刚讲说预约，谁知道没预约？我当然15号开始我就去报，我赶快报，赶快了啊！有190万还没有报。我们已经要求各国税局来我们统筹来给这个一线人员做最好的防护措施第一线税务人员无伫先注疫苗的名单，先登记做分流，敢有法度减少临柜的人过来确定。不过疫情爆发，纾困嘛要动甲真紧。行政院原本延续前一年的劳工贷款计划，只要是劳工就会使贷10万。不过公布条件了后，劳动部向加入108年年收入袂使超过50万，让民众拢硬气。你讲清楚，我是50万有闲，一切照旧，是不是这个意思？是要这样讲清楚哦。现在外界都打电话给我们，选民打电话给我们，所以去年没有50万呢，今年多一个50万呢。如果你说钱不够，找那个主计长算账，对，找主计长算账，他不能这么抠，对劳工要好一点。在疫情当中，嘛有好消息。主计总处伫顶礼拜5公布，全年经济成长率有5.46%，是10年以来上悬的成长率。主计长朱德明表示，因为出口真旺，这个数字看起来真准。不过讲到敢要搁发3倍券，朱德明嘛讲目前无规划。